大家都是第一次来兰屿嘛。对。你们今天住的叫做达达拉，达达拉是拼板舟的意思。等一下行李交给我们，然后我们有管家，然后会把你们的行李用车子载回民宿。骑车的话，如果走走看看。豐條島也有春嘅概念講，但年10年到9年，熱情款待島內嘅銀行。我是讀豐條島做小幫手，對兩位動熟識。我上一次来兰屿已经是10年前了。所以你10年前的3个月，在你们要住的这个民宿当管家。我係廖永權，大家人係我睇的。有人講我用食物寫詩，有人係我食物藝術家。我用食物來描寫對事情嘅感受，體驗人老人嘅關係。係講有人因為愛嘅料理感動到，佢係愛做處事最大嘅滿足。禮拜我對處事專做旅行人，去到大隻國條，用料理來記錄旅程。愛老旅行變做一品菜。然后比较重要的就是飞鱼镜的禁忌，就是不要去碰平板舟，就是万万不可。会发给大家有2个比较细的地图，一个就是有豐條島嘅日根做做點，係愛讀豐條島嘅物價、條價量與媒介。韓國菲律賓來嘅索尼亞，係愛讀豐條島行嘅物價人。來豐條島做過小幫手嘅人，都有自家嘅媒介，掠到大陸主人，老掠到離開豐條島嘅小幫手，新冠都都有一隻釀出嘅蔬菜。距离上一次来兰屿已经是10年前了，冻丢了。就那时候是在台北辞掉一个工作，然后那时候就我那时候很多充满了自我怀疑，让我会觉得我那时候一天大概10几个小时都在工作上面，只有4、5个小时在自己的生活。我觉得我没有生活。做菜，我觉得是懂生活的人就能把菜做好，但是我觉得我那时候是不懂生活，我其实对我自己充满了怀疑。我抱着一个怀疑的时候，来到了我一个从来没来过的岛屿兰屿去探索，所以我觉得我的确在那个时间是一个很关键的2个月，去找到了自己某一个缺口，探索自己对于自己身份的认同，对于自己是客家人，但是语言已经忘了差不多，这些流失的东西，好像想要慢慢的去找回来，包括食物的记忆。这个是一个很……你有记得到底从以前那时候到现在，总共有几个小帮手吗？有不知道？无数个这样，那我算很前面吗？还是后面？对啊，你他是第二个，我是第2个，对，真的最好的。比照以前跟现在那，他住的地方浴室没有门，对啊，我说反正他是男生，所以没有人的时候就赶快洗这样，所以对他蛮抱歉的啦。但是也因为这样，就是记忆很深刻啦，永远忘不了这样。他要1个人做10个人用，就像我现在一样。等下
他要去，就是早上5点就要起来帮忙，然后等下，那个几点的时候有客人去港口接完回来，下来这里又很忙，然后再下来，反正就是很多工作。哦，Hello， 配的有锤吗？智雅，玉梅姐，我跟你介绍一下，好的，对，你好她，是智雅，请坐，智雅她是一个食物的艺术家。我的专长是东方美材的之类的创作。那我喜欢把大家生活里面料理的方法，或是用到的食材，对，用画的记录下来，希望就是把这些食物的做法啊，或者是味道啊，传给更多的人。10多年前，我上海来蘭嶼，我感覺挺難的。因為呢天氣不好啊，船沒開啊，飛機沒飛，很多因素啊。我感覺這是一個需要天時地利人和才有辦法來到的一個美麗的小島。來了蘭嶼哦，我請上來老當地人學做菜。學他們當地的食物跟料理怎麼樣去處理，怎麼樣去做，他們的食材用馬家黑，我冇空過誒，我會很想要去試看看。希望當地嘅人做得教我做菜，我用畫圖嘅方式，牢記記錄下來。智雅係翻譯嘅漢人，佢係食物藝術家，用圖畫嘅方式來記錄全家食譜，將家族嘅食材嘅記憶保留下來。智雅禮拜來到鳳跳島，我老記愛強下來請食材，記錄鳳跳島嘅食材文化。頭一站，我帶到佢去拜訪玉梅姐嘅阿姐白池格格，佢帶到鳳跳島北邊嘅龍島部落。一起數過也愛留下來的5天，數過了傳統的主食。嘎嘎，白雞嘎嘎，你好，我們來了。這個是智雅，你好，對啊，嘎嘎，你的田好漂亮哦。有嗎？有啊，跟你一樣漂亮啊。水芋是我們達悟族的主食，對，很重要。可是現在有很多孩子，他們不從事那個水芋的工作，所以他們都吃米飯。吃米飯。但是有重要節慶或者是醒落成禮的時候，一定就是會用它的芋頭。對，這個哦，它的主芋它會長得比較大，然後旁邊這個會比較小。先把旁邊土弄鬆的。哇，感覺一直有戳到那種大石頭的感覺。剛剛為什麼要種這麼緊？是不是人家要偷也沒辦法一時偷，一直挖不起來啊？加油，加油！我覺得比我想象中的深很多。沒錯。這樣子我看起來你們看我這樣弄好像很輕鬆，對不對？實際上你去體驗它，其實不好用。耶！哦，拔出來了，可能還可以再放個1、2個月沒採收，還可以讓它再大一點點，少活了1、2個月。哦，你看它比較小哈。哦，對對對。冇簡單呢。這個葉子你要留中間這個，我這裡有一顆小小的。這個把它弄掉。哎嘿。然後種回去。好，再種回去。好，嘎嘎，我種回去了。好，哦，那是你種的哦，你要記住，它在哪一個方位哦。是明年了，你要去看它。要清理得很乾淨。如果說你沒有整理得很乾淨就直接回去的時候，那是禁忌。芋頭田主要經營的就是女性，但是芋頭田比較出眾的工作啊，弄石牆，那個都是男性的。那男生做什麼？他會在深山裡面伐木，然後去種樹啊，他們是屬於深山的。我們女生是山腳下經營芋頭田的，就像海邊一樣啊。深海裡面，攝魚的是男性的工作，那女性是潮間帶
剪。贝类，所以其实分工的很细。对，我们在吟唱的时候，常常会比喻芋头比喻成海边的鱼，对，所以我们都说芋头田是女人的海。对。有，很你这样一讲重要，对旁边的海参跟你这样讲，哇。到来之前，我东南常常是和老年的关系安心，因为有的对汤姆村人来讲，唔单纯係生活，汉卡嘅心中歌唱度，每一隻重要意思都會有嘅。新春下水愛有的，而生活愛有的，冇有的是聽通唔得，有的係湯姆村人嘅文化傳統，所以。湯姆村人請起佢嘅五天，是表示今年通23年呢。也有带那个中餐哦，什么东西？芋头还有飞鱼。吃芋头的时候要配，就是飞鱼哦，很热热的嘿。你看早期哈，我们吃芋头地瓜就是这样很简单，我们不用什么餐具，不用。筷子我们都用手抓，因为我们等一下会把那个飞鱼的刺挑掉，用手挑的时候比较好。其实这是我第一次吃这个胚，虽然我来过好几次，但是这是我第一次这样吃。因为每次去吃一般的餐厅，它都比较现代嘛，就飞鱼是配白饭。他们会用炸的，对，或者是用煎的。兰屿人吃的都非常的清淡。然后刚刚听嘎嘎这样教融合的时候，那个鱼的香味和鲜美就完全跑出来。两个味道都很简单，可是配在一起很美味。我的孩子他们也很少吃芋头，那平常我去挖芋头的时候，就只有我跟我的先生吃。然后。但有时候节庆的时候，我就不会煮米饭，他们就一定要吃芋头。很少吃的话，其实就是可能会对芋头没有感情啦。芋头糕其实它是一个非常特别的食物，非以季来慰劳家族的男性成员之外，比如说我这个妈妈，想要表示对孩子的心意的时候，我可以为他们捣芋头糕。这个老婆想要表示对老公的心意，会为他捣芋头糕，或者是女儿想要表示对父母亲孝顺的心意的时候，就会去制作芋头糕。听起来，听嘎嘎讲，这芋头糕就是等于是兰屿爱的礼物，这样。对。因为爱才有这个东西，然后因为爱我才要做这个东西给对方。让我觉得很感动的是，他要留的这片田给他的小孩，让他们知道说，即便他们不再以芋头为主食了，他们还是要回来，他们还是有这片田，这个芋头田是属于他们家代代传下来的。百七姐在讲到他以这一块田地去连接他跟他母亲的情感，跟他以这块田地他想要传递给他女儿之间的情感。这样子的一个食材，它不仅是透过耕种，它不仅是透过食用，它其实更多的是文化上跟情感上的联系的意义。我觉得这件事情，与其说是浪漫，我觉得其实是蛮动人的啦。对。有，早安。來風土島聊嘅人，大體都係去學多拜，是講個人嘅愛上隨天人，都享有看到公差，做得表滿嘅腳步，去感受觀光之外嘅肉呢。我还有觉得公车的一个特色是，
比起你自己自驾，或是比起你自己骑摩托车，它反而是一种更纯粹的观看的方式。因为你自己不用忙着专心驾驶的时候，其实你可以花更多时间来看山啊、看海啊、看居民上车啊，然后他们之间的互动啊。因人今边而去的位所，是农会面前的市场，个是老马人带来，一架种的抢吹果子，一架是海村养的海螺掠钓。一方面买东西，一方面老朋友相见面。就顺路伊放犹太，记着唔惊放伊来到市场，冇办法的，唔会请到马街，就得从按多买的东西，看到风跳多冇共用的世界，都是好食的东西。好，这是这几天第一天吃到水果，终于吃到水果了。大哥，这是什么东西？喜细，就是你早餐厉害，吃这个吗？看到谢谢。厉害。这里兰屿叫兰门县，你会加什么？我没有加那个辣椒哦。啊，好。我就是不喜欢吃辣。好。这个是最大的力量。好的。用手抓。用手抓。兰屿用手抓。这样子吗？我刚刚加这个很好吃，蒜头、辣椒，跟那个一般吃的水煮的很不一样，比较有滋味。蛮清爽的，我觉得更新鲜的，有一种更好像直接从旁边挖上来一样，就是产地到餐桌只有一步的距离，一步的距离。那这里也是会像你们聚会的场所这样。夏天的时候，这3个都满。夏天的时候会满满的。没办法排了，都很多人在卖。现在有疫情的关系，所以他们不想来这里。今边呢市场，我上家家讲的按多人，5月的风跳多，天时冇问题。落水落嘅3日，国家年轻，市场嘅人少咧，细细嘅市场，放假水人冷冷落落。下底嘅係因為留下認識咧，咱每家家，佢講天時好，會做了冇萬人曉做嘅辣豬肉，也係每天過後都好菜嘅，做得在個行業耽誤服務嘅專屬空間。Hello， 藍莓姐在嗎？嘎嘎，你们好。今天要来麻烦你教我们熏肉。好的，好，请进来。要腌的那个肉就在里面，厨房这边，看起来就觉得很好吃了。要腌这个肉，因为等一下就要熏肉了，哦，所以我们盐巴用少一点。不要抹太多，因为会吃起来会咸咸的。这个是那个野菠萝的根，野菠萝，野菠萝的根，我们会拿来做绑那个飞鱼。这个是最传统的，也是最环保的一个。对，是不是林头果？林头果，我们都叫它野菠萝。野菠萝。哎，对，然后这样绑，因为如果你不打结的话，它会滑掉。会滑。哎呀，飞鱼也是这样弄吗？飞鱼也是这样用。他想吃了。所以现在真的做像你这样传统的熏肉真的很少。哎，比较少了，很少。这个肉傍晚的时候，因为怕那个会一直滴在那个火里面，所以我们会先晒1-2个小时，我们再拿进去熏肉，熏好几天啦，就这样。要熏肉的地方也可以熏那个飞鱼啊，任何鱼都可以在那边熏肉。嘎嘎，每个人家里都会有这样的小房间吗？对，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小房间，不过我们家的太乱了。哦，进来吧。
就是在跟蓝莓姐讲，就是熏肉这件事情。我问她现在有没有人做，她说厉害，可以后3年、某年后，太花时间了。食物要被传承下去的最大一个前提是我们吃过，我们到当地，我们真的感受过，我们看到他花3天3夜的时间，他顾熏肉顾到很晚，那他付出的那个劳力，跟他做这个食物的这个心意，这份感动，我觉得他被传递出去的时候才比较真实。这个吃起来比较好吃吼。比大颗的好吃，比大颗的好。下薯條，內面家家做的大沙大烏媽媽都曉得的魚尾板，當天因講係你買，脆熟的魚用長春擺的樹棍呢，將魚的戰鬥面面，外本機打散散，打到像奶種強用，也係代表婦人家也有力條。也係大個村人看婦人家能力嘅標準。多麼簡單創造好嘅魚尾板，淋上火配出來嘅辣豬肉油，染嘅梅水，自用嘅油，綿綿高高嘅魚奶，就係大個村人最高級嘅食物。都特別嘅女兒長食得到，魚尾板係聖夢上下嘅意思。哇，这个很像握寿司，兰屿的握寿司，来吃一口。滋味如何？这马上就想到那个飞鱼跟那个芋头的组合，就甜甜咸咸，真的很像那种客家那种汤汤板那种味道，这种粘稠感很像那种客家的米食那种。糯米的做拌内的粘性，对的粘，就是熏肉的油脂很多，原本想象会有很油腻的感觉，但是搭配起来这个芋头的时候就哇完全解腻。其实它一点点的糖只是在提味，但是它主要是靠那个熏肉的木头的香味，来去融合整体，非常好吃。風挑島食嘅東西，挑妹未簡單未難，你買一定重要嘅係辣豬肉，冇其他嘅東西，是有養老耐心，為到親戚朋友做得食到辣豬肉。咱每家家種火會種善意呀，等上色，牛牽動，辣豬肉代表大屋村人對親友嘅感情。辣肉件係大屋村人，尤其婦人家社會客人，一定適應嘅空間。屯武過後，我到去到東偏山嘅東清部落，去拜訪我嘅客家朋友。阿去係新主人，老我強用，來個風挑島做個小幫手，陳老家老公認識上行，兩公婆為到細兒決定轉到風挑島。Hello， 雅琪，嗨，这个是我的艺术家朋友智雅。这是雅琪，哦，这是我的先生小钟，啊，这是我的女儿小地瓜。我们今天很难得全家一起出来摆摊，哦，真的，哇，超多饰品哎，这些都是我用那个海玻璃做的。海玻璃，海边捡的那个破掉的玻璃瓶的碎片可以看一下。所以他们前身都是酒瓶啊，或是玻璃的容器。推荐一下。就是我去钓鱼的时候看到螃蟹在脱壳，他就想到说，这个东西可以做成耳环，然后就变成这样子了。喜欢在海边捡东西啊，捡回来的贝壳啊，然后蟹壳啊，然后海玻璃，我就是
所以把它运用在我的创作当中。那你平常会怎么跟我推销这个项链？哇，戴在你身上，感觉你瘦好多哦。哎呦，老板很会讲话哎。我记得你平常摆摊不是讲不是讲这些，我突然有那种照魔镜的感觉。细细等了一万年，我登上的地见到伫风跳岛的二日，我到未老牙齿共好，电了呢，会听见到乡下是海孙酿绿色。妹妹过来，哎呦喂，过来。那个我们没有结课。你下面有很好剪。哎呦，很缓呢。哎，可是这很尖哎，放进去吗？可以啊。好。因为这种东西，很多游客来海边，不然脚会踩到。他看不到这个东西，踩到脚会割伤。天色晚，乡下惯性脚下韩国的蔬菜，看起来普普通通的沙巴，满体丝下薄，两位每个东西都有。哎，这个很完整哎。这就是台湾。哎，这没有水了吧？台湾做你怎么判断？有水通常是不是要小心一点？捡到宝藏了！捡到什么？海胆壳。它旁边那个是它的那个刺嘛？对。我回去会把刺剥掉，然后会把它稍微洗一洗，再刷一刷。对，就是让它看起来白白的，看起来有点恶心，可是又你就会觉得它很漂亮，自然的名牌包。所以这算你算，如果捡到会开心这样。会，如果我老公去海边有捡到这个，我会给他嘉奖一次这样，会很开心。那你刚才有跟我讲说，这就是你们平常的那个家庭的休闲活动。对啊。我一开始没有很喜欢因为很热，然后晒太阳，然后但是真的在兰屿不像台湾可以去公园、去百货公司。刚好我喜欢钓鱼就会全家一起顺便到海边。对啊。因为我们刚交往的时候，他都不是陪我去看电影或是去逛街，他都会把我拖去钓虾，然后钓鱼。想说，好，我们的约会这么特别，就是都是去荒郊野外钓鱼，然后一两次之后，因为很无聊，而且有的地方是没有手机讯号，你就是想说他钓他的，我玩手机都不行。年轻的时候，因为很喜欢老公，所以愿意做这些事情。为了爱，对不对？不然这么无聊，应该是没有要去的。像雅琪虽然说年轻约会没去看电影什么的，可是你们一捡到东西，还是要赶快跟对方分享说你看我捡到什么。有时候吵架的时候，我会就是捡东西回去钓鱼，就会顺便捡东西，但是不知道他喜不喜欢，就这样和好啊。他也会想办法，因为他也会想办法，就是这个东西我到底要做什么？小钟，那你是怎么样当初跟你老婆表达爱意的？竟然那么会捡东西。我那时候就是看到海边很多那个就是碎玻璃就捡很多，然后就撒在地上，然后再拿这个海胆壳，然后跪下。就这样子给他。难怪你刚刚这么感动，看到这个海胆壳，然后就原来有一点。海对我来说是养家的东西啦，也可以让我们娱乐的地方。我们兰屿男人就是一定要去海边抓鱼带回去给老婆小孩吃这样。以前在台湾是我跟老婆一起赚钱，她生小孩之后，就我一个人在赚钱了，这样子也不是办法因为在台湾还要付很多东西付房租什么都要付就干脆把房子退掉，回来兰屿，回自己的家住刚开始回来赚不到什么钱，有时候一个月只有赚1万多块做油漆钓鱼开船带游客出去赏飞鱼潜水都市尾下海嘅风跳岛，西藏龙公坡一家新出路，也是全风跳岛个人的原因，为拄到的问题。我上个底牙齿形容版创作出回报你的假齿囊。
这是刚捡回来。其实你知道，这已经分好类了，对不对？是分类完之后，一堆一堆，它就看起来就不一样了。像这样子小的海玻璃啊，我们给它做边框啊，我们做完边框之后，我们可以来画图。啊，像刚刚这种圆的，就是像这样，这个就是半成品。你不讲，我还真不知道，真没办法想象它是这个海废做的。这个是半成品，它本来大概是像这样，就是很多碎玻璃把它拼在一起，然后加工完之后，它就会像这样子。我非常心动，想要马上挂，马上创作魂就出来了。我的购买魂先被唤起来。这个逻辑有点像那个做那个指甲彩绘，就是我自己是没有在做了，但是女生看到那种亮晶晶的东西都会眼睛发光。哦，真的是那个水晶指甲照光。对对对。若去制作过室内设计，老师长强下全岛风挑岛，既有创作，做几个戏剧点。以前创作是想说要赚钱，就是卖纪念品给观光客，所以以前都是做画明信片啊，明信片也是画他们这边原住民的图腾。但是你真的在做在卖的时候，客人都会喜欢问说，像这个明信片或是这个图案是什么意思？然后我自己是会有一点那种认同障碍的问题，我觉得好像我不是这里人，然后卖这些东西是不是很奇怪？有一些比较保守的老人家，他们其实不是很喜欢外地人把兰屿的图腾拿来做成商品，他们会觉得他们的文化跟传统被消费了。那我没有被骂过或念过，是因为我是嫁过来的。可是你就会看到其他像我就跟我不一样，他们不是嫁过来，他们就是喜欢兰屿，然后在这边工作的人，就是我们做的是一样的事情，可是他们会被骂。我自己心里知道，我跟他们做的其实是一样的事情。然后会开始做这个，是因为小孩比较大，然后我们这边没有公园，也不像台湾很多地方可以去玩。带小孩我们就是去海边，然后他们都会捡这个，他们都会说妈妈你看宝石。你赶快吃一吃好不好？剩最后2口，快点！已经穿好鞋子，背好书包在等你了。我要坐这很大气。进来帮妹妹穿鞋子。我们在台湾有固定的工作，就是每个月有月薪。那回来之后，我们是跟我先生就一起变成自由业，变成说我们不确定每个月会有多少收入，然后加上又有2个小孩。然后我其实是很没有安全感的，就是我很希望我先生可以找一份固定工作，但是他很坚持，他要做他想做的事情。然后那时候我们常常吵架，就是我都会觉得他好自私哦，都30岁了还整天讲梦想，怎么会有这种人？都已经有老婆小孩了。我刚嫁回来是吵了好多次的，也不是吵啦，没有吵，是心里有这个小小的种子，想说要不要带小孩逃回台湾好了，因为住得很不习惯。而且我那时候刚嫁过来的时候，东清是没有 7 的，你连缴个电话费啊，还是什么印个东西、订个车票，什么都不方便，真的不方便到极点。然后跟老公吵架，走在路上没有地方去耶，你就走到路上，没有朋友，没有家人。然后，而且这个小岛只要4点最后一班飞机飞走之后，就再也没有任何管道可以离开这个地方。你就绕了一圈之后，发现没有地方去，然后就只能默默回家。那时候的我也比较自私哦，就是我会把对于没有钱的不安全感全部灌在我先生身上。但是其实他比我压力还大，因为他是兰屿人没有错，可是他高中就已经到台湾工作了，所以他回来定居，这中间也隔了10几年，就是他回来他也要适应。之后我开始有摆摊，
然后他的工作也比较稳定。我觉得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都有找到自己要做的事情之后，摩擦就有少很多。小时候都拿来当船玩，它会浮起来，它有浮力。有一次我跟我老爸出去环岛嘛，他载我，然后就看到海边很多那个海废垃圾啊，他就跟我讲说，你知道那些东西可以干嘛吗？我说我不知道你，他就跟我讲说那些都是钱啊。因为他以前常去海边捡海废啊，捡一大堆浮球，那个就是要做那个猫头鹰啊。后来我老爸走的时候，我就一直在回想他曾经跟我讲到的话，但是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跟我讲，海边很多东西可以捡，就那些是钱，但是你要想办法把它变成钱，就是那句话我印象最深刻了。每次想到就去海边的时候。讲到爸爸会难过，因为爸爸也是在海边发生意外啊，所以有时候去海边都会带一罐啤酒给他这样，然后再回想他曾经跟我讲的话。啊，我老爸在的时候，他看到我老婆就会做很多东西，他也会很开心这样子啊。唐西总监的从过，爱上多年迈，系夫人家为出海嘅男人所准备嘅澎湃春点。男人有年春拜儿，三万作背五，夫人家有年属君儿，三万正五儿。佢哋伫通世间冇强空间，为到家庭各个大病。转到风挑到改牙齿，用自家的方式做出无卡冇按传统嘅年迈。兰屿的传统芋头糕，它就是吃它的原味哦。那我自己在做的时候，我会喜欢加那个奶油跟砂糖，然后这个版本我试过几次，然后小朋友也很喜欢。我们今天用的是台湾的芋头，这个人家都会说这个是那个兰屿的蛋糕哦，所以过生日还是什么家人聚餐也可以吃这个，这样就可以了。然后有芋头的那种淡淡的清香，然后给它弄一个可爱的形状。现在真的好像有在那种塑形蛋糕的感觉。就把腊肉铺上去。我们是做这个是现代台湾媳妇版。台湾媳妇版。好。突然很想帮你们唱生日快乐歌。对呀、为什么要每个人切一刀？所以这感觉跟那个传统吃芋头配鲱鱼那感觉又有一点不一样，但是又有一点好像一样，就那个咸香甜三种味道，然后雅琪刚刚又加了一点点糖和那个奶油的味道，就里面的两种油脂，熏肉的油脂，还有奶油的香气的油脂，就这种变化版的味道还蛮特别的。雅琪这个小朋友应该超爱的吧？他们很爱，就是兰屿的传统美食，他们两个最喜欢吃的就是这个。这个也是我喜欢也常吃的。你要不要先吃芋头糕？不要。我去拿。你不要吃，那你看姐姐吃。谢谢。吃这件事情会是你来兰屿不适应的
地方吗？我觉得饮食还好。我觉得不适应的通常是生活跟文化上面，像因为他们传统节日都要穿传统服嘛，那我穿我都会觉得很别扭这样子，所以有时候他的那个婶婶啊、阿姨啊，他们都会鼓励我啦，他们都会说啊，虽然你不是达悟，但是你嫁过来了，你的孩子是达悟，所以他们都会照顾我，然后鼓励我。我之前会觉得说住在这边会觉得人跟人之间的距离很近，让我很有压力。可是在这个小岛就是这样子，因为什么都不方便，人跟人之间很需要互相帮忙。那我觉得这一次会想要用客家的梅干菜当做一个很重要的食材，然后这一次也重新的认识兰屿的芋头，然后想要用兰屿的芋头跟客家的梅干菜去结合，做出一个有一点像是客家的夯天白那种的米线，有一点甜甜咸咸的，就如同我在这边吃到的飞鱼配芋头、飞鱼配熏肉。那我想把它做成圆形的原因，是因为想献给雅琪，因为她住在东清，东清就是一个兰屿第一个看到太阳升起的地方，做成圆形，也希望在她经历过了这么多的适应、不适应、挣扎里面，让他们可以更圆满，让她随时想起，永远会有一个太阳在她身边，就是她先生，然后想要让她记住大岛上。还有他的家人正随时的给他力量，给他爱。那梅干菜也是很单纯的利用盐，经过日晒时间的味道，它的米席就会有很多风味上的转变。我也想要用这个味道放进来兰屿的味道，把它混合变成一个新的味道，如同雅琪他的人。他是一个本岛的人，嫁来这边的时候，经过时间的洗礼，如同梅干菜一样，时间的陈制之后，有一天味道熟成的时候，它就跟这个地方融为一体。Hello， 雅琪、小钟，嗨，哇，欢迎光临。这是两位请坐。这里坐。好像月饼哦。因为来了这几天，然后也跟着你学这个怎么做你的版本的芋头糕，然后也跟着当地的嘎嘎学当地的芋头糕，然后这个就是我准给你们3个人的礼物。这个花是辣的，是辣的。对，是用当地那个嘎嘎他们自己做的辣椒，然后放到月桃花里面。那如果有吃辣，可以搭配的一起吃。哦，所以这个不只是摆盘，这个也可以吃。没错，真的有辣椒，这是真的有辣椒。飞鱼配那个，里面有加了一点客家的元素。这个菜叫3个太阳，然后是给雅琪还有小钟的礼物，然后也给智雅的礼物。哦，我是太阳之一吗？对，对，是1、2、3这样子。用奶油煎的。有油葱酥，没有油葱酥？这个看起来里面的植物是酸菜，是那个梅干菜，梅干菜，还有油葱酥，没有油葱酥。我刚刚已经讲过了，我已经猜过了。我来公布答案，它里面就只有芋头，然后梅干菜，还有熏肉。3个太阳就里面，芋头就代表小钟，然后梅干菜就代表你从台湾嫁过来，然后你们但是却融合在一起，有了兰屿的熏肉当油脂，所以你们会越来越圆滑，就如同你们住在东清一样。很多人都羡慕你们住在太阳升起的地方，第一个先得到力量的地方，所以我也想
借由这个食物。说明天5点19分，没什么太阳。没什么太阳。我刚刚说3个太阳，然后你手机说没什么太阳。你为什么没有关系？小周，你要再吃一个。这对啊，我要马上再吃一个，说一下感觉。对啊，也痛了。有吃到腊肉，有吃到腊肉了，对。然后我觉得边吃这个边笑，好干哦。你就知道你老公有多有那个喜感。幽默哎。对，你做的这个有那个腊肉啊，有那个咸菜呀，有，又有辣椒啊，没干菜，没干菜啦，还是叫你老婆之后酸甜苦辣，我们的酸甜苦辣都把它吃进去。小周，你刚刚那个手机的事情就算了，你讲到对这么感动，酸甜苦辣，对，都是你害的，我觉得都不能好好讲话。而且我很喜欢你在做这个餐点的设计的时候，你没有摆餐具，用手吃这个，我觉得也是在地特色。因为我来的第一餐，我遇到第一个族人，他就跟我讲说，鲱鱼干要用手吃。因为我们这一次向你学做芋头糕，第一个最重要的当然是芋头，漂亮哦。然后再来是 Ted 在菜里面也有加入的腊肉，这个是3幅可以一起挂在家里，不止。然后呢，传统是主要是这2个食材，然后我觉得雅琪最特别的是你还加入了雅琪家的奶油哇，谢谢。最后我想跟你分享我对你的感受跟观察，就是我们这3样做起来就是这一份芋头糕，然后我们知道在传统的做法里面并没有加奶油，可是你加入了奶油，那我觉得你就像是这一块奶油，因为奶油是这个兰屿岛上面不会出现的食材，那是大岛来的东西，那你也是大岛来的人，可是你这块奶油却把这个芋头糕里面的食材都融合在一起，融合得非常好。那我觉得你很努力，然后你加入了这个风味，其实毫无违和，就像你这个人来到了兰屿一样。当然做创作不会很有钱了，它就是一定有一段辛苦的过程。那可是因为是我们喜欢的事情，虽然它很辛苦，所以你可以坚持下去。就是比方说像你选择嫁来兰屿，一定会有很辛苦的那一段，可是因为你很喜欢这个人，所以你怎么样你都会撑得过去。我觉得这跟创作是同样的道理。看一下我老公，就是他是谁这样子？帮助你撑下去的那个。听到另外一个太阳是我的时候，我其实心里面非常的感动，因为这是在这一段旅程里面他并没有跟我阐述的事情。然后，如果我10年前来到这边，我可能不那么清楚说，我创作的方向是什么，我想要去了解当地人的哪一个面向。我可能就是真的只是一个纯粹的观光客来到这边，我可能就是骑摩托车自驾从 A 点到 B 点。这一次我是跟着 Ted， 那我就很像是搭上就是这一辆公车。我觉得 Ted 对我来说，他有点像是一个人生的前辈吧。他会跟我分享很多，我觉得在他身上，我其实感受到一个人要就是为自己的目标而努力，然后必经走过的那一段的旅行，或是那一段的人生的旅程，一定会带你走出更接近你自己的样子吧。为你多之前，我台灯退票上热电路的有尾班，送戏本玉梅姐。礼拜全风挑岛，礼拜来看传统文化，纯因对事物的坚持，
學咗咧要嫩嫩愛嘅父愛版。我相信16歲嘅東西做得本很卡到人感動。呢行還要繼續下去，下一站愛去哪呢？會讀到娘班嘅年輕，娘班嘅故事。我係睇的，我留呢行變咗一片菜。